各位同學，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個 DSE 中文閱讀理解裏面經常出現嘅概念，特別係呢幾年嘅閱讀理解卷呢，都出現得好頻密嘅。就算有陣時條題目冇出現呢個字，其實佢都係大家需要了解呢個概念先答到個問題嘅。呢個概念叫做意象。意象呢個詞語，大家應該由細到大都聽得多㗎啦。上中文堂，中文老師成日都會同大家講，呢篇文究竟呈現咗一個咩意象？咁但係大家都未必可以好清楚咁解釋到咩叫意象嘅。咁今日我就嚟介紹一下。意象呢個詞語咧，由意同埋象兩個分唔同嘅部分組成嘅。意即係一啲嘅意思啦，一啲嘅意念，講緊嘅係作者嘅情感或者思想。呢一啲我哋睇唔到嘅抽象嘅就係意啦。象咧就係具象，具象即係具體嘅嘢係你睇到嘅，你摸到嘅，呢啲叫做具象，我哋簡稱佢為象。具象嘅相反就係抽象啦，抽象就係意，具體嘅就係具象。咁有咩係抽象嘅咧？有啲咩係抽象嘅意思啊？等等咧，就係作者嘅意思，多數就係作者嘅情感或者思想。情感或者思想多數都係睇唔到嘅。咁所以係抽象，而事物或者圖像咧係睇到嘅，例如咩咧？例如花草樹木，例如落雨，例如天上面有嚿雲，呢啲都係有具體嘅形象嘅，有具體嘅圖像嘅。咁我哋呢啲叫做象，意象。所謂意象咧，就即係用一啲睇到嘅景物或者事物嚟去表達睇唔到、好難講嘅作者嘅思想同埋感情。呢個就係叫做意象啦。咁我哋喺答問題嘅時候，如果有一啲題目提及意象咧，我哋需要由以下5個角度去分析嘅。第一個就係作者嘅背景資料。呢一個第一個作者嘅背景資料咧，係好多題目都未必需要，有時要，有時唔要。但係2、3、4、5就係必須要有嘅分析元素啦。假設條題目要你分析呢首詩用咗咩意象啊，呢首詞用咗咩意象，你就要首先解釋嗰句子係講乜嘢。我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。咁喺呢首作品呢首詩裏面，月亮嘅意象係乜嘢咧？咁假設條題目咁樣，你就要解釋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，將佢變翻做白話文解釋一次啦。然後第3步，我哋要講到物件嘅特徵。月光嘅特徵究竟係乜嘢咧？OK， 咁呢一個咧係個表面嘅特徵。究竟月光有咩特點咧？你就咁表面咁講得㗎啦。月光咧係白色嘅，月光係圓嘅，月光咧就係會有陰晴圓缺嘅表面嘅特徵。第4部分你要講到物件嘅特徵背後延伸到嘅道理。究竟月光係圓嘅，代表咗乜嘢嘅道理咧？可能就代表咗第4就係一個家庭係要團圓嘅咁樣。月光嘅特徵第3個部分，月光係光嘅，係白色嘅，咁代表係有啲乜嘢嘅延伸嘅道理咧？可能就代表亂噏啦，做人就要正直，要光明咁樣。第5部分就係作者要表達嘅感情。OK， 咁4同埋5咧，有陣時唔係咁容易分嘅。咁我哋下面會用一啲 DSE 嘅題目去作為例子解釋俾大家聽。好，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。咁念奴嬌·赤壁懷古咧，就係2021年 DSE 嘅一條題目，問咗2題意象相關嘅題目嘅。一題就係問最後呢個江月嘅意象，而另外一題咧就係問上片一個大江東去嘅江水嘅意象。咁大家咧如果大家學過呢一篇嘅作品咧，應該都唔會陌生噶啦。咁呢一個都係成個作品嘅2大重點。咁我哋睇睇條題目先啦。作者2021年 DSE 一個3分題，3分題唔算佔分好多，佔分多嘅多數都係4分題，甚至乎小部分5分題咧。咁3分題咧就唔算多。但係呢一條題目嘅難度咧都頗高嘅。作者藉大江東去抒發對人生嘅感慨，試就江水嘅意象説明。首先大家
呢一題呢，我哋可以唔需要提及作者嘅背景資料住，但係我哋有一樣好重要必須要做嘅就係解釋個句子啦。上面有幾句句子都係提到江水嘅，包括大江東去，浪淘盡啦，驚濤拍岸，捲起千堆雪。我哋都要喺第二部分呢係解釋呢啲句子究竟講乜呢？其實你好簡單嘅，你用白話文重複寫一次出嚟就得㗎啦。物件嘅特徵，究竟江水嘅特徵係乜嘢呢？長江嘅流水嘅特徵係乜嘢？而長江流水嘅特徵引申到嘅道理又係乜嘢呢？到最後呢個道理同作者要表達嘅道理感情有乜嘢關係呢？我哋試下由2、3、4、5呢4個步驟逐步解釋俾同學聽。好，第一個步驟我哋就要解釋句子。大江東去，浪淘盡，千古風流人物。咁呢一度我哋見到有一啲係同江水冇直接表面關係嘅句子，我哋可以唔需要理住。大江東去，浪淘盡都係講緊江水嘅。OK， 呢個江水係不停咁流，唔單止佢不停咁流，佢仲要係有驚濤拍浪。佢嗰啲水仲要係流得咧，嗰個水嘅去勢咧係非常之咁激烈，非常之咁快嘅，快到嗰啲水勢大到係經常咧係話波濤洶湧咁樣咧拍打住個岸邊，話睇戲咧都得人驚。佢捲起好多嘅浪花㗎，有幾多浪花？捲起1000個浪花咁多，咁證明咧話佢個澎湃嘅衝擊激起咗非常多嘅巨浪。而呢個澎湃嘅衝擊咧，係不停咁樣咧，係拍打住、擊打住個岸邊嘅。咁你見到大概可以分為2個部分嘅。大江東去，浪淘盡，第一個部分啦。第二個部分就係驚濤拍浪，捲起千堆雪。我哋只要解釋嗰個句子就得啦。而解釋句子嘅同時咧，其實我哋已經解釋咗江水呢個物件嘅特徵啦。江水物呢個特徵咧，就係佢不停向東流。長流不息，佢係唔會停止嘅。而江水個水勢非常之浩大，係會激起一啲浪花。呢啲唔係細小嘅浪花，而係巨浪。呢啲嘅巨浪咧，係不停拍打住個岸邊。呢個我哋一次過做咗第2步同第3個步驟。好啦，呢一個係江水嘅特徵。咁江水嘅呢個特徵究竟可以引申出乜嘢嘅道理呢？我哋再睇落去。由於江水係長流不息嘅，就好似唔同嘅英雄咁樣。呢一啲嘅江水嘅流動就好似時間啦。大家睇睇呢一度，江水係長流不息，其實對應緊嘅就係時間力量嘅宏大。呢啲江水咧係不停咁流，不停咁流，每一刻每一秒都流動緊，就好似時間嘅偉大，不停咁樣流動，不停咁樣流動。另外一方面啦，呢啲時間，呢啲嘅江水係不停衝擊住呢個巨浪，就好似時間係不停衝擊住唔同嘅英雄人物。無論你係幾大嘅英雄，你最終咧都會離開。咁我哋見到江水嘅偉大，江水嘅宏大，不停衝擊住個巨浪，就好似時間不停咁衝擊住唔同嘅偉人啦。由此可見啊，我哋見到江水呢個物件，佢引申出嚟嘅道理就係時間嘅偉大，時間嘅宏大，時間係會令到唔同嘅英雄人物都會死去嘅。OK， 人事工業，無論係做咗幾大嘅大事，或者你係立下不朽嘅功業，你都敵不過無盡嘅時間。所有嘅英雄咧，都會喺塵世裏面消逝。咁呢一個咧，就係延伸出嘅一個道理。雖然我哋冇講到作者嘅背景啦，咁但係我哋唔使喺答案度提到作者嘅背景，我哋亦都已經咧可以答到作者人生嘅感慨。嗱，記住咧，感慨呢個概念咧係有少少負面嘅，唔係講開心嘢嘅，多數都係講一啲少少傷心嘅嘢。開心嘅嘢咧唔會係用感慨去形容。由此可見，我哋見到作者咧，佢知道唔同嘅英雄人物最嬲尾都會隨住時間去消逝，
由此延伸出一啲稍為大少少負面嘅感情嘅感慨，就係對生命嘅短暫同埋渺小嘅無奈啦。如果同學咧有認識過嘅課堂咧，都會知道其實我哋喺講感情嘅時候咧，可以由 A、B、C、D 4個嘅元素組成嘅。A 就係個作者啦。B 可以係一個嘅對象，佢抒發感情嘅對象。C 咧多數係形容嗰個對象嘅，而 D 咧先至係個感情。我哋喺呢一個答案裏面見到咧，4樣嘢咧係出咗3樣嘅。首先有個作者要抒發嘅感情就係作者啦 ，OK 呢個抒情嘅主體、抒情嘅主角，邊一個要抒情就係個作者。佢抒情嘅對象就係生命。生命有咩特點啊？就係短暫同埋渺小。由此作者感到無奈。呢一個就係作者由江水裡面延伸出嚟想抒發嘅感情道理啦。由此可見，我哋可以用呢一個表咧係去總結晒嘅成個答案。3分題非常之有挑戰性嘅。大江東去，可以見到作者筆下嘅江水係滾滾滔滔嘅江水，長流不息，冇一秒停止。嘅江水仲會係激起巨浪，澎湃咁衝擊咧呢一個嘅岸邊啦。由此引申出嘅道理就係時間嘅宏大，好多嘅英雄人物咧都敵不過時間啦。作者由此抒發個人對人生，記住係人生嘅感慨啊，係同人生有關嘅。咁我哋見到有生命啦，生命就好明顯咧係人生嘅一個部分啦。對生命嘅短暫同埋渺小，抒發嗰個無奈嘅之情。咁大家記住呢4個步驟就可以幫助大家應付到呢一類型嘅題目㗎啦。呢4個步驟，5個步驟。第一個步驟咧，我哋之後可能會有另外一啲嘅題目咧，係會用到，係要提及第一作者嘅背景資料，第二解釋嗰句作品裡面嗰句句子呢一個意象，呢一個出現嘅嗰個句子。而喺解釋句子嘅同時咧，就睇下需唔需要補充翻物件嘅特徵啦。如果單純解釋句子就已經講到物件嘅特徵咧，咁呢一個部分第3個部分就可以忽略，或者2、3可以結合埋一齊。如果解釋句子未能夠直接講到物件嘅特徵咧，我哋就要做多一步。第4步，物件嘅特徵延伸出嚟嘅一啲嘅道理。第5步就係作者如何係去抒發佢嘅感情，而抒發感情嘅部分咧，就要記得要用我嘅 A、B、C、D 4個部分去做啦。好，希望呢條片幫到大家，再見。